有小學校長歡迎關愛基金撥款資助學生出國遊學，但有市民就批評政府嘅做法係浪費公帑。關愛基金同意動用1億6千萬資助24萬個貧窮學生遊學，有小學生話夢想終於可以成真。我就係想搭飛機咯，因為聽到我哋班有啲人搭過飛機，佢話喺飛機上面啲飛機餐好食，我想試下。申請資格包括淨係攞緊綜援或者書簿津貼，又或者符合學校自定嘅經濟困難申請條件。預料每個合資格學童可以獲發3000蚊參加遊學團。有小學校長認為呢一個資助額只係夠帶學生返內地。基層嚟講嘅學生咧，大部分咧都係來自國內嘅新移民。咁如果佢去交流嘅話咧，如果翻嚟國內咧，變咗意義就唔大。所以如果以基層嚟講咧，我覺得咧去海外嘅地方就比較適合，同埋亦都可以提升咧佢哋嘅英語嘅能力。但有市民就認為呢一筆錢並非係用得其所。有好多即係普通嘅家庭啦，咁佢都未必可以有能力可以俾到小朋友佢去即係出外去遊學。咁我覺得就係話應該係逐步去即係俾一啲嘅福利佢哋咯，而唔係話即係一次過俾咁多。如果係好窮嘅，咁佢有其他嘢需要啊嘛，咁可能遊學係次要嘅啦，應該擺喺第度用。預料計劃將會喺下個月推行。無線電視記者譚美琪報道。